今天啊，我们要学几个生词。第一个是跟老师读啊，同学。同学。很好，读得很标准哦。你们班有多少同学啊？想一想。30个。哇，太棒了！来说句子，宝贝。我们班有30个同学。说一遍。我们班有10个朋友。同学，30个，真棒。老师。哦，真棒。那你每天早上见到老师说什么？早上好。是的，很棒。见到老师问好。你有几支铅笔呀？一支。来，我們再說一遍。我有一支鉛筆。YOA 嘅英文、葡文、普通話而家仲新加咗西班牙文，都有免費試堂，快啲嚟領取啦！